高雄对后礼拜2开始哦，因为治疗站的管线要换新，所以有15个区要停水55点钟。红山大寮跟南马溪8个区哦是全区停水，大约有48万7000户受影响。虽然会有水车甲加水站哦，也毋过有店家是真烦恼讲生理会有影响，洗车业者嘛可能就爱休困咯。 将饮料装好了后，南马溪这间早餐店的头家娘就赶紧将鼎摕来洗。开店做生意，晚拢爱用到水。但是包括南马溪在内，高雄有15个行政区对1开始要停水55点钟。其中南马溪、红山大寮8个区，包括产业园区是全区停水。无论是徛街也是店头，大家一听到要停水停3、4天，拢感觉真无方便。基本的，阮的碗盘啊、位册迄拢无法度洗断啊。 这是一件足麻烦的问题，卫生问题啊。然后就是基本咱徛街嘛共款啊。你敢若便所，这无法度洗，这是足无方便的代志啊。欠水啊，无水就休困啊。啊，欠水你要哪欠嘛？你敢有水塔是啥？啊，就用遐水桶落去欠啊。啊，欠偌济算偌济啊。那会停水停3、4天咧？自来水公司讲，主要是高雄治疗站的设备爱换新，因为施工的难度较悬，才需要停水停遐尼久。这摆停水停55点钟，那民生用水受影响的也包括南科、桥仔头园区、仁武、大社等等的工业区。自来水公司会安排水车甲加水站，而且也会协调净水场，和受影响的厂商用水车来载水。本处已规划加水站96处。 自由水车10辆，以及其他区处支援16辆，以应民众用水需求。目前仍持续与地方沟通协调增加中。本案停水期间受影响的工业区，本处已规划澄清湖净水厂及北岭加油站，供受影响厂商水车载水。 民众虽然感觉停水真无方便，不过也是会当理解配合。自来水公司强调，民众会当先欠水，因会继续甲地方协调，增加加水站的数量，将影响降到上低。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